啥啦？哎，阿伟，我知影是我唔对，我无应该甲你骗。啊，不过我唔是犯什么天条，你哪来遮歹咯？你个废主讲，是为着你讲白菜，我要赶来看你，嘛连放阮阿母坐山顶，是嘛阮阿母无去啊啦？无去啊？安怎？你即马骗人骗到真欢喜对无？我甲你讲，阮阿母准有3顿2底，一世人都袂原谅你。阿伟，我唔是调工的啦。阿玲姐，玲姐，啊，你使通来遮找我？我落去青湾城找你，因家讲你已经搬转来旧厝住啊。我今仔来啊，有一件代志要请教你。什么代志啊？阮阿母失踪去啊。失踪去啊？哪会安尼？我嘛唔知，我一转来厝的，就找无阮安尔。拄仔顶哦，敢若看到这个，唔知啥物意思，你看卖。这是感仔兰人的物件。啥？感觉？这件代志敢会甲感仔兰人有关系？感觉兰人？我，拢是我唔好，我阵也无要离开阿里赛后，阮安尔就袂无去啊啦。阿辉，你先莫着急啦。感仔兰人是石番，伊即摆已经无伫咧出草啊，你若一定无危险才对啦。哎呀，我甲阮阿娘伫阿里赛开困，假若无交叉，嘛无得罪伊，伊掠阮阿娘是要创啥啦？假使我若无用唔对，伊会留这个物件，一定是超工要引你去找。不过山这么高，因踮在什么所在我嘛唔知，因的习惯是安怎我嘛唔知啊。我今仔特别来，就是要向你请教。你先来找我，安尼就对啊。感仔兰人既然爱你去找伊，就是表示伊一定有代志要甲你谈判，安尼伊是会讲的。那安尼，我赶紧来找伊。哎，阿辉，稍等下啦，你莫着急啦。你安尼是要去倒位找人？我画一张地图互你，安尼你毋才找有啊吼。多谢你。安尼你看有无？阿辉啊，你叫恁阿母开后紧，我就无必留你啊。这段路去你都要较细腻的。多谢王小姐，我先来走。好，保重。副台长，副台长，到底是有啥物代志是无？你唔通袂记你军医院甲青湾社已经达成协议，咱是免互相侵犯。我是一个无讲协议的人士。哦。我唔是带人要甲恁青湾社人冤家啦。我是听讲阿辉那娘叫感仔兰人掠去，我专工带人要来甲伊斗相共。阿辉，你唔免惊，我召集军医院的人，甲你做恁阿里赛，甲恁太后寸草不离。区院长，你的好意我真感激，但是我并无想要甲感仔兰人为敌，我只是想要好好甲伊谈判，看会当和平解决这单代志。你想要和平解决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因根本就袂甲你讲理由嘛。无论安怎，总是爱试看卖才会知啊。阿辉，因山地人拢是真猛的，你想讲家己一人要去山内，就法度人将恁老母救出来？我甲你讲，到时你无找人救恁老母哦，连你家己的老母内面也袂得出来。这个效果，我拢想过啊。但是我也是无想要甲伊起冲突。讲起来，我伫阿里赛开垦，这个地盘是算因的。我阵来甲因变面，对我嘛无好处啊。对，阿辉讲安尼无毋对，凡事应该都要以和为贵。假使讲卡袂着，拢要用武力解决，那安尼对大家拢无好处。好啦，我尊重恁的决定，不过你爱若有需要我的所在，随时甲我通，我一定帮助你。多谢区院长，你对阮母仔囝实在真好。莫安尼讲，我是一个小财啦，但同时我嘛是邀请你来开医院，会当替我效。咱既然甲无缘，无咱做一个好朋友，你想安怎？院长，你讲对啊唔对？区院长，你的做法真是令人钦佩。莫安尼讲，莫安尼讲。区院长、王女士，时间无早，我会赶路。阿辉，你一路都较细腻。我已经等你真久啊！看我要创啥？敢有啥代志是？暗时阵的代志，你敢有算数？你也知影这件代志？阮阿母可能互感仔兰人掠去。感仔兰人，无论对方是啥物人啊，我一定要找出阿姆。阿兰，多谢你。你免甲我说多谢啦，我求毋是为着你，因为伊是我的阿姆。
不管是为着什么，我拢感激你。那咱赶紧来去，行，做阵走。等下，我袂跟你去啦。来来，地图啊！你哪知我有地图？你真简单啦，山这么大哦，如果你有确定的地点，你早就去找啊啦。都是因为你唔知影，所以你才会去找月娘子啊。啊，月娘子也卖画地图给你啦。我安尼要对无？对不对？月娘子也是有画地图给我啦。既然你有心要救阮咱尔，谁人无爱甲做阵走要分开咧？莫啰嗦啦，摕来。地图敢若一张，我袂当互你。你，啊啦，你阵若真是要救阮咱尔，心内就莫囥遐尼侪怨恨。袂，你就对我走，若无，你转去。哎，你。你嘛较好心好意的做一下好代无？我足期待啦！你摕这个我啉啦，好无？拜托的。好了，录了。你莫带我，你莫带我啦！莫带我啦！没无咧，走。落去。是。阮感觉人啊，虽然甲你汉人来往已经真久啊，啊，毋过还是有一寡做人对你无啥物信任的，你莫压因上去。无啦，我敢若喙焦想要啉水尔啦。来，这水就是要互你啉的。多谢。小姐，你莫惊呀，你听我话哦，紧来，紧跪落去，紧，你莫跌倒啦，紧来听我话，紧跪落啦。你敢无较细意啦？哎呀，歹势啦，是我无注意。哎呀，好佳哉是这阿母甲我救啊，若无吼，我就有姊妹抓家着啊呢。阿母，真多谢。应该啦。父爸，照时间算来，迄个人嘛应该来遮找阿母啊。为什么到今我还阁无看人影？无定着伊无了解咱新闻的意思，嘛无定着伊找无咱的社条啊。这嘛是有可能啦。无安尼啦，咱阁等一工看卖，到时若无出现，咱就落山将伊抓起来。你唔通伤害阮囝啦，伊会来，伊一定会来啦。上好是安尼。哎呀，迄位阿母年岁这么大，阁有人白调调的，我看足可怜的呢。咱甲伊放开好，飞弟伊嘛走袂去啊。阿兄，伊拄则阁有甲我救呢，伊是一个好人，咱袂安尼对待伊啦。好啦，就照你意思去做。也毋过你也甲讲，下暗头我袂走，万一若发生啥物代志，咱是无要负责的哦。好，我知影。阿母，拄则阮阿海讲话，你拢有听去吼？等一下吼，我就来透好开。啊，毋过你袂晓互袂走哦。这山顶四界拢有机关伫咧，足危险的。好，我知影，多谢你啦。多谢你。较细意。行。阿伟，细意，你来啊！恁总算来啊！我问你，阮阿母是毋是伫遐？无毋对，恁阿母即摆就伫我的城内。你掠阮阿母有啥物目的？你莫甲伊讲啊济啦，太我叫人声啦！莫冲动，恁人这么多，先甲伊慢慢仔讲。你惊死我，唔惊死啦！我知影你唔惊死，但是你唔通袂去。阿母搁伫你手头。我问你，你的目的是要引我来遮？即摆我人已经来啊，你拍算要怎样？先将武器交放落来，有啥物代志，等我下你再讲讲。免讲啊济啦！你是误会，
我对恁走。阿母，你要去倒？我看你阿兄哦，带安尼侪人出去，我惊讲场面若控制无好势吼，大家起冲突，安尼发生代志啦。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阮干妈人呐吼是要学会杀人的啦。阿母，阿母，阿郎，啊你哪来？阿郎是对我来找你。哎呀，哎呀，高粱，大头吧，你阿兄是叫非常兄弟，紧，我身躯有药，紧摕出来报告。好啊，哪样伊呢？这群汉呢，无一个是好人，千万唔通相信伊。高粱，你爱相信我，你阿兄会留遐尼多，只有会疗伤啦，去甲我透气，帮我来去斗三工啦。嘿啦嘿啦，你大头吧，阮囝吼，你爱相信，伊袂骗你，伊会救你，伊袂害你啦。好运气的是，是要甲你参详代志，想袂到因竟然对我亏欠，我无可能相信你啦。就你两去带。大头吧，阿母，你莫为难我这两个囡仔啦，好无？我求你啦，我求你，你莫为难我啦，你莫害。阿母，你紧起来，我人要甲因抬，早就抬啊，为搁甲因带倒转来，你放心啊。是的啦，阮囝甲你伤到安尼，我阿兄若是有啥物代志哦，我一定袂报因煞。袂啦，你放心啦，这药啊足有效的啦，我甲闪闪的吼，真紧就会好，袂有代志啦。上好是安尼，若无我就要用伊两条命，还阮阿兄一条命。我有大头吧，咱派伫高山族迄边人传传的消息，讲高山族当日一下真侪勇士，唔知要创啥。竟然这个代志，我来去看卖。唔通啦！哎呀，你莫叮当啦，你拄则闹足侪岁呢。要搁高山做迄边。哎呀，你即马身体正硬虚，你莫烦恼啦，我叫因加强戒备，紧去甲大家讲，爱加强戒备。是。过年，来，张明啊，过年，有有。我现在都已经离开千万社，我是管遐济要创啥？无米啊，去别间买啦。奇怪，这大间的店内无米摊卖。不可能！安尼无米，咱你是安怎啦？规规工啊，就中秋节安尼，即摆加加乌当需要米粉做月饼，是安那点来空啰嗦恁才用，是拢无会了啦。货搁伫咧码头啊，还袂运转来啊。啥？啊前几工啊，毋是才一批货到位尔，是安那袂落来？小主也无去签单，货主当然毋肯交货啊。无去签单，是安怎哟？姑娘，你都毋知影，自从你离开青湾社，小主啥物代志拢毋插，逐工啊，浸伫咧水花楼内底，听讲吼，搁会食鸦片的。官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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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通离开我，唔通离开我。蔡小主，是我啦，我是水莲。真是嘞，唔免是嘞，我只是一个烟花女子，不敢当。烟花女子嘛是人，嘛爱受尊重。蔡社主其实是一个好人，我敢真是爱听人的话来甲伊卖。尽量你嘛，你无爽快，嘿人家，哎呦，是吴姑娘你哦，哎呦吴姑娘啊，啊像你这么贵气的人，来我这个醉花楼，你敢会嫌着所在？我无惊唔着所在，我是来找人，蔡金。啊，蔡金哦，你是讲迄个蔡社主哦？无来呢。你唔免甲我骗，我知影人伫遮，请你去叫伊出来。哎呦，我每日甲你骗啦，我讲无来就是无来啦。既然若到安尼，就莫怪我无客气。吴姑娘啊，你唔通你小快后一个，莫安尼啦，你安尼信头这事要创啥啦？你嘛我高情一个啦吼。你是要高情啥物啦？高情我就是啦，无你的代志。嘿，
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莫安尼啦，你安尼心头这事要创啥啦？你嘛我高情一个啦吼。你是要交代什么啦？啊，高情莫入去啦。无你的代志。大叔兄，你可能伫咧食鸦片？你是咧食啥鸦片？起来！啥物代志啦？什么代志？你干嘛来等？我无要等伊啦。啥人你无要等？起来！等伊啦。啥人？行！等伊啦。行！等来！回来！你头壳举开，看新主牌啊！我叫你跪下，你无听哦？你，互你家己讲，你即马所做的代志，敢对你去娶家的做嚟做？你即马所做的代志，敢对你去千万社创业的做生是无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你有听无？你讲啦！是啊。你是安怎样啦？安怎？你搁敢讲话？无猜你规工伫咧千万社高出高入，即马大孙兄发生这款代志，你是安怎免甲我通报一声？你敢真是干来我做米汤的啊？是无？什么代志你都唔免做？你安尼敢对得起老社主？冤枉，冤枉啦！姊啊，你莫让乌白甲我冤枉好无啦？我已经几下摆要甲你报告大孙仔最近的情形，你拢叫我听着袂用讲的啊！讲什么你离开青湾社，青湾社的代志你无爱管，管你着青湾社的代志你也无爱听，有无？代志总是有分轻重嘛。这款有关生死存亡的大代志，我敢会点点无管了？啥？生死存亡？无遐严重啦。是安怎无遐严重？你甲看卖，即摆青湾社放的唔管，互青湾社伫咧自生自灭，规工干那会晓走到迄烟花亭啊，煞落搁迷恋迄个烟花查某，即摆搁甲人食鸦片，伊是伫咧败家呢，伊即摆是伫咧自找死路，安尼敢会无严重是无？咱带家己来总说，历尽千辛万苦，老因的血汗一点一滴，才打拼青湾社这片的基业。即马交喺你的手头，你无法度将伊好发展无当去，上无你嘛都要甲伊救掉。你看你即马安尼是伫咧做啥物？你敢对得起你带家的祖先是无？我对袂起青湾社啦，对袂起阮老爸啦。啊你咧？当初阮老爸甲青湾社交互你啦，你半就落去做你走啦。你有啥物资格通啊骂我？你管我以前吼家己哪管的啦？做讲我先离开，啊，不过我要走以前，所有代志我拢已经安排好。我无对不起老社主，我嘛无对不起青湾社。嘿啦，你拢安排好啊。你嘛讲啊，我是烂土袂雕壁啦，扶袂起青湾社啦。较厚，你倒来管嘛。我既然甲离开啊，我袂搁回头。好啊，啊若安尼，你莫怪讲我踮外口食鸦片，踮外口耍查某。我不但要踮外口耍，踮外口食，而且我要甲查某带倒来厝耍，甲鸦片摕倒来厝食。你是伫咧威胁我？我哪敢威胁你？我无路用嘛，我能食嘛，安尼你欢喜无？你真正是无药可救啊！姐，你别走的啦！你别走的啦！姐，你上啊！互伊走啦，互伊走啦！我伫即马大家拢看我食片，看食会死无？
谁啦？我啦，姐，阿弟哦，我实在，姐。姐啊，你哪都爱安尼啦？你人转来伫咧遮，一个心里咧清冤声，你若无爱规日倒转去啦？袂用的，我袂用个转去。你无爱转去，你若无转去，就亲像你讲的咧啦。清冤声若继续安尼舞落去吼，早晚会去舞倒的啦。你敢愿意看到这款情形来发生哟啦？我当然嘛无愿意。啊，不过这是大水仔家己不讲钱，我不能为了。安尼也袂用的，安尼也袂用的，啊，无到底是要安怎啦？官娘啊，看你面色无人较好，有啥物代志是？副院长，在这个城镇的附近，军艺院差不多360项的行业拢有做着，而且每一个行业拢亲像真趁钱，敢毋是安尼？我来帮大家好气。钱是趁袂完的，军艺院的势力已经无人对恁会着啊。是讲副院长，你是毋是会用在这个趁钱的行业上有所取舍，来回报一个社会？你要讲啥物，你就直接讲。我是想要讲，你伫别个行业赚的钱已经有够济啊！你是安怎一定都要搁去赚遐个妓院、分馆、交警，遐卖无良心的钱呢？官娘，莫讲甲遐尼歹听。我这嘛是经过官府许可，有牌照呢，我并无犯法啊。是啊，你是有牌照，你是无犯法。啊，毋过你敢捌想过，你为着开遐分馆，互偌济人为着吃鸦片粉？食到安尼生不如死，你开遐交警甲妓院，互偌济人沉迷在遐场所，害到人家破人无？敢讲你拢无想过是？你趁这个钱是足无道德，是真无良心的，你知无？我这个店啊，拢全是家己欢喜甘愿来，我也无去甲因救，无去甲因拖，对无？对，话虽然是安尼讲无毋对，啊，毋过假使若是无这个场所，因遐人若想要变歹嘛，变无落来啊。准讲因无来我会记伊啦。因若是甘愿会做这款代志，无来教场跋筊，外口也照常跋；无来分馆啊，伊外口也照常食啦。敢讲你要目睭紧紧，看伊遐好好人，沉迷在遐场所？敢讲你良心袂感觉不安心？我的场所是互因遮有需要的人，嘛无遮场所，因遮有需要的人是要安怎？好，我话讲到遮就好。我安尼有嘴讲啊无，看甲你半步都听无入耳。我今仔是过来，真歹势来才甲你交了，过是。官娘，等下。官娘，我知你是为了娶金，贪恋烟花女，沉迷在分馆，在艰苦着。官娘，你已经离开清源社，你用咧过你家己的生活，你何必都为了这代志咧烦恼呢？我嘛想要清清好好过日子，啊，毋过我做袂到。好啦，我实在上无爱看你安尼咧艰苦啦。安尼啦，我虽然是无办法将我的店拢关起来，也毋过我会用去答应你一件代志，我会用去交代落，叫我的下手。从今以后，娶金袂用来到我的店面，安尼好无？多谢你，我无愿意欠你一个人情。日后若是有机会，我会报答你。报答便免讲，只要若了解我的心意，安尼就好。我来走。啊对啦，官娘啊，阮查某囝在恁厝的杂做遐尼济工，诚真歹势。你转去的时阵，你甲伊讲，伊若无想我这阿爹，你讲我这阿爹足想伊，看当时要倒转来。你即摆咧讲啥？伊也无伫阮兜啊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
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你即摆咧讲啥？伊也无伫阮兜啊？伊无伫恁兜？伊讲伊心情无好，要去恁厝的大几工啊！我阁叫阿玲陪去咧。我是讲你为了清源社的代志，心情嘛无好，伊来陪你，安尼就上好啊！啊，无伫恁厝的？无啦，我无看到伊啊。这个死查某鬼啊！你佫走去倒位去啊？阿梦啊，梦啊，来啊！走，什么代志？因甲恁小姐找出来。小姐，伊是安怎样？佫走去啊！无论安怎，一定爱来找倒转来。是。真是查某鬼啊！今晚若找转来，绝对不爱我离开厝的一脚步。我看这件代志无遮尔简单，你要想看卖无？当然要离开以前，敢有发生什么代志？我著看伊嘛顾红红，伊讲是为了阿辉因阿娘失踪的代志，阿辉在怀疑。敢会是伊去阿里赛甲阿辉斗找因阿娘？后壁阿丽马上搞离开阿里赛，而且永远袂搁倒转来。这边有可能啦！我遮尔辛苦伫阿里赛开垦，土啊骨啊，政治也多钱，菜意嘛伫要发出来，随要有收成啊！你即摆叫我离开，我做袂到。做袂到你嘛爱做，要若无我互你人头落地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袂乌白杀人。你无相信我会乱杀人是？好，我就做互你看。来啊！好，跟我俩出去杀啊！小等来，小等来啦！李大头啊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来考劝阮囝人吼。阿辉啊，咱莫该用伊的啦，咱来走啦，咱离开阿里赛啦。咱伫阿里赛影响你一亲情甲困难，我袂放弃啦。阿辉啊，好，我来甲你讲，吼，你放心。地大头啊，无毋对，你的祖先真早就踮咧阿里赛，但是这毋是表示讲，这块土地就是恁的，土地是大家的，大家拢有权利来开垦啊。啥物代志拢一个先来后到，就算要开垦，嘛是阮的代志，叫袂到恁啦。但是我伫这块土地看到啥，啥物拢无啊。几百年来，恁的祖先放阿里赛这块地都荒废，无怪伊的号名叫做阿里赛。伊伫恁的手头，都产像血不共款。若是安尼，归去让我来开垦啊！我一定会把这块土地变成有路用的产地啊！还阁煞来，阿里赛用你开垦了后，愈来愈侪汉人来伫咧遮，到时阮所有家妈人人，只有伊摕再摕，摕到上个月，连我这片脚地土地都无法度留伫咧遮。我甲我的族人，到时是要去倒位咧？你安尼讲就对啊！其实恁无需要搁摕，甘仔咱人甲阮汉人同款是人，会用共同生活，斗阵做伙啊！你别讲较好听啦，恁汉人的工巧我已经看真侪啊，囝若无，阮今仔日袂用表来甲你心酸拿来啦。莫讲遐多啊，你要走是毋走？今仔无甲话讲得清楚，我是毋走。好啊，既然你唔惊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来啊！做乜来台？喂，妈妈，阿辉啊，你真正安尼死甲有意义哦！放开！好，就安尼啦。咱来讲一个条件，你嘛莫为难我。阿里赛这块土地算是你借我开垦，所种的稻啊、青菜，若有收成，我贡献一半给恁族人，安尼好无？袂用的。我另外要死，嘛袂用你这汉人，佮等我讨你一步。你这人咧真固执的。你这段时间拢是伫咧阿里赛开垦，你家雄雄叫因离开，伊就是无法度接受的啦。因拄则讲的嘛是真有道理啊，对咱来讲无啥物损失啊。是啊，若有时间，我嘛会当去海边掠一寡鱼啊、虾啊，这海产互恁族人食，安尼敢是真好？咱安尼和平相处，互相有利益，敢是真好咧？
去山顶条路有人伫咧顾呢，这是要安怎？小姐，你赶紧想办法啦！啊，你可要安怎？副院主啊，我光武食无用，逐工哦，阁足多代志，等下我一个人去处理呢。我哪有时间去管你查某囝的代志？我再讲，你规年的势力遐尼大，人阁遐尼多，这件代志应该你家己就会当处理吧？大姨啊，我群医院的人马虽然是袂少，也毋过要对付这烦恼，嘛是爱官兵斗相共啊。副院主。我带的兵是外府的兵呢，我袂应该来为着一个小小的老百姓，就来劳师动众，安尼是会互人讲因仔话。我再讲，我若是出兵，所有的开销爱开偌济钱，你敢知？大姐啊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互你为难啦。阿辉。话搁落转来，保护老百姓，本底就是官府的责任，我要哪能无管啦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派兵去阿里山，该救恁查某囝。罗小姐，回来，你来做来这呢？我想要来救恁啊！你这个戆查某囡仔哩，怎么才这么危险的？你搁来？什么代志？大头啊！这两个人哦，你同我鬼鬼祟祟，所以哦，我就来压倒来。我警告你，你想要帮我朋友走，啊若无，我就叫阿爹报官，把你这回来了，我小了了。你讲啥？我讲我要报官，把你这回来了，小了了，安怎？我上问的，就是官兵。对，阮族人有真侪拢是互官兵杀死的。报公主，你莫为难伊啦，伊是咧胡白讲的，我无白讲。你若不是，就试看卖啊！你讲啥呢？小姐，你真正随性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你若不是，就试看卖啊！你讲啥呢？小姐，你真正随性。等下，拜托。请你唔通伤害伊。你是你什么人？我阿辉，莫甲伊讲，我是个什么人？甲你有什么地带啊？爸爸，无顶下伊真正会引官兵来，咱袂用个无妨。好，等下就甲伊做的人抓落山骹，等互官兵来，挡喺头前，要死因生死。是。小小猪，你别当入面啦，你别当入面啦。嫌亏啦。哎呦，蔡社主啊，哎呦，你哪个入来啦？我是安那袂使入啊？这我是无清楚啦，是顶头交代，我是照办尔咧。岂有此理！我毋是要开钱啦，是安怎袂使入啊？哎呦，有钱通赚，向外赚啦，也都无法度你安尼啦。就恁的吴姑娘吼，拜托军旗演区演主啊。我安尼讲，你知影啦？还是讲吼，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你用参考看卖。也毋过吼，这钱哦有较贵哦。啥物两全其美办法？讲下听看卖。是安尼啦，你用甲阮水莲吼带倒去恁兜啊。啊，这个鸦片粉哦，我会用照时间送去恁厝，互你啦。啊，你也免吼，逐工走来阮这个所在，这区演主嘛法度对吴姑娘有一个交代。啊，蔡社主你哦，免出门就用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享受。你讲这办法安怎？假使讲你惊吴姑娘生气，唔敢做吼，安尼不要紧啦，当作我这句话无讲啦。安尼吼，以后阮家你唔好来，你一定等，你莫来。送到我惊伊，带倒来带倒来啦，送惊送。去甲我叫水莲出来，我要甲包起来，要带倒来厝。
该当一天偌济，照算。志玲啊，志玲啊，你出运啊啦？啥物我出运啊？哎呦，也有咧清源社的蔡社主啊，伊讲要甲你包饲呢，记咧物件款款，通缀去。伊是安怎要安尼做？阿兰敢知这件代志？啊无你即摆是咧讲啥哈？这件代志头到尾拢是因主的意思呢。啊阿南是昆基演的人，伊哪有可能唔知影？非得吼，你免管遐尼济啦，叫你安怎做，你就安怎做啦。来，蔡社主啊，这个我带来啦，来，人我交互你啦。啊，这一项的代志吼，该当付你偌济，你去清源社小办结销。志玲，来见。咱再来讲定啦吼，志玲啊，你还好好奉陪蔡社主听无？吼，快行啦哈！等一个高兵若是来，你真正领因做头前哦。当然啦，谁个无要离开阿里赛？我无离开啊，你猜伊个安怎？你有才调，搞我抬死啊！红兰，阿辉，我哪会当跟你去做伙？我嘛甘愿。哼，我看哦，你较早困较后面啦，十班哦留来讲条件，啊那你咧，太掉了。等下，这老头啊，你阿里赛开困的人是我，跟一点仔关系都无，请你唔通伤害伊。哎呀，爸爸讲了真有道理，这个汉尼伤固执。我看咱真正会开一个人，伊才会听话。你想要做啥？走！你先下。公主，你做事！阿兰，别跑啊！阿兰，你别个跑啦！别个跑啦！你别个跑啦！别动！阿辉，阿辉，我叫你是个英雄，你莫做错事咯！哎呀！扯我！那容易陷阱，进来！请问阿辉，哎呀，伊拄则叫你，即马搁甲秦欢都赶走去啊！转起来，伊是来做婚礼呢。我是来跟你做朋友，唔是来做你的弟弟。你是英雄，你是真正的英雄。来，朋友，我敬你，不敢当，大家做阵来，来。阿辉，我刚知影你捕头的功夫真厉害，唔知你枪法这么准呢，一枪就拍到青蛙的头吧。来，我嘛要敬你。来，我敬大家，做阵来，来。你想做，那不爱恁？恁英雄小英雄啊，关我什么地带？阿辉啊，啊你这朋友是安那？无要紧啦，伊的个性就是安尼。来，啉酒，来。来，哎呀，阿姆煮的菜哦，足香的，看起来足好吃的呢。干嘛呢？无影啦，是公主你甲我学落啦。啊，你若无去嫌吼，想要学我才甲你教。好啊，那安尼哦，我去阿姆领导学煮菜，拜你为师。小姐，你赶紧食啦。小姐，啊你啥物代志拢无做，敢若坐伫遐等食哦。阿辉，来，你食。我袂晓啦，香兰，来，你食啦。无呢，你若是袂晓，互我食啦。
对大头无？我拄则讲咱合作来开垦阿里赛的代志，你感觉怎样？开垦费地当然真好，要不我对拍落内行，对种田是完全外行嘞。这样较简单，阮阿母会当教公主煮食，我会再教恁开垦种植啊。好，由你决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有火炮！头啊！敢光明叫有火炮！你莫安尼甲我看，有啥啦？大头啊，你来看，这个汉人遐尼走偌久，官兵就来啊，这内底一定有技巧，咱叫骗去啦！单位，拄则什么示范拢是假，你咧拖的时间等官兵来对无？这是头啊！你误会啊！大辉，你竟然做出这款的代志！我无做什么代志啊！免啰嗦啦，给我抓起来！这花了真顽强，若要硬讲，恐惊伤亡会真惨重。同胞的，你即摆拍算要安怎？用火攻，用火甲因烧死。哈？用火攻？这边哪用的？阮早间伫内面呢，咱有火绳甲火炮，咱谁人不爱攻入去啊？副台长，这届我是完全看伫咱过去的交情上，我才私自出兵呢。假使若伤兵受罪，我是要来向朝廷交代啊！大人，用兵千日啊，用在一时啊。平常时我予你好处，嘛毋是咧少呢。你袂用甲阮早间放去无管啊？好啦好啦，这你放心啦。师傅，有人来啊？阿南，师傅，阿南啊，香兰伊人呢？香兰小姐咧陪我啉烧酒啦。啊？啉烧酒？无啦，我是讲哦，遐个甘仔人咧啉酒庆祝，香兰小姐教会伫内底。你是讲？师傅，我台南翻兵呢，我是趁伊无注的时候逃走出来。你来！你敢知影花篮内底到底有偌侪人，有偌侪武器？同胞大人，花篮寮内底本来人真多，啊，佫拢真歹，因阁火枪哦。照你看，我着爱有啥物方法，才会当速战速决？用火烧，干烧烧死。火烧？原来用的香兰还佫咧内面呢。师傅，你放心啦，我即马去找香兰小姐，就算讲牺牲我这条性命，我唔要去。开枪！你就看，这就是你内外兵，要将我众义拢总杀了了，我唔过就有种种下去。你叫人咧对待佢？地大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官兵是我引来。你要让我相信你是无？会用的。除非你敢会拢走入去我的地盘。阿辉，好，我去，但是你要保证因的安全。好，拢做物件？是。走走走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